你好，請問辦理咩業務？啊，你好，你哋銀行發短信俾我催我還款，我冇可能有錢還噶啦，撚太多啦，過兩日到期啦。嗱，我同你講明白，本金咧我就冇本事還噶啦，要查封要執行就快快脆脆，我冇時間啊，我好錯忙噶，再加上年底啦，資金好緊張。我今日來呢就係想同你哋銀行講明白，如果你冇寫我呢筆帳成為壞帳呢，你就馬上幫我申請嗰隻乜柒嘢無本續貸。你好先生，因為你嘅本金馬上到期啦，系統呢邊呢係冇辦法續約噶。你提前2個月預約嘅話都可以溝通，但係依家你需要先將個本金全部還入去，再重新申請噶。你有病啊？你有冇聽清楚我講嘢噶？我再重複一次，我就係因為嗰隻資金好緊張，先至冇本事還清本金，所以呢，我先至來申請嗰隻無本續貸噶。而家你講嘅意思即係講你哋辦唔到啦，係嘛？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因為無本續貸嘅話係需要滿足一定條件先可以噶，因為你個貸款馬上到期啦，我哋呢邊暫時冇可以幫你辦理噶，都係需要你到期之前將個本金還清，以免影響你嘅精神。影響乜財嘅精神？精神我早當佢死噶啦！你以為我仲會貸款咩？阿經理啊，你一再刁難我嘅用人係有限度噶哈！你實冇受政策噶，我同你科普一下。根據央行發文冇知幾多條規定，要俾中小企業續貸渡過難關，你成班成傻嘅啊！無本續貸嘅政策就係明確強調咗，如果我哋嘅資金有困難還唔到本金嘅話，係可以申請1到3年噶。你哋銀行如果明確講冇能夠俾我辦嘅話，麻煩你書面嘅形式俾我7份報告，將冇能夠辦嘅理由寫上去，並且呢，你哋要強調一下，我喺本金到期內呢係來過你哋銀行嘅哈。如果你哋銀行確定係咁樣辦事嘅話，咁我肯定去銀監會投訴你個。先生，你先冇咁急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會同我哋嘅行長申請一下。好，我等你。先生，久等嘅，啱先同行長溝通過嘅，行長講想辦法幫你辦理，你千萬冇對外講哦。我哋之後會安排續貸嘅經理同你聯繫個。好，多謝你，亦都希望你理解下我哋哈，確實係冇容易個。感謝體諒啊！理解啊，你放心啊，我會一定拍10條抖音送俾你哋銀行，順便充2000蚊紙推你上熱門。哇，先生，你有冇成咁搞啊？講下你睇咁得冇？我俾啲着數俾你。咩着數啊？你睇你身邊有冇啲實力嘅伙計想存款個？叫佢過來存50萬，就送一套價值3萬蚊紙嘅紅木家私俾你。乜嘢紅木家具啊？連江合意紅木送出個酸枝家具，識幾位噶嘛？而家銀行係咁大方你啊，咁捨得你啊，3萬蚊紙都得你啊！